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前几天啊，卫福部部长施水元参加母校嘉义高中99周年的校庆，代表致辞的时，伊讲到立法院啥物死人骨头拢有，都要有好的逻辑性，才会当来应付。结果全场大家笑甲要变过，嘛引起大家咧话，讲死人骨头到底敢算是错话？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其实过年，其实旧年咱嘛捌小解过。这日就是死，读做死意死第二条。读死这是读白音，死就是讲一个人已经无喘气，咱讲是死亡。嘛当讲是亲像死去共款的状态，像讲困死。另外水若是袂当流叮当，像拄则咱讲死水。另外还有路无通，咱讲是死路。袂晓变巧，咱讲是死脑筋。若是讲一款已经紧绷的状况，像讲惊甲要死，气甲要死。讲一个人真歹，咱讲是歹死死。代志若是严重，咱讲得一声死啊。这个死嘛是有骂人的意思，像咱讲死囡仔宝、死贼仔宝。一般咱台语生活文化对死较有禁忌，除非是骂人或者是讲事物，啊若无一般拢会避免讲到死字。啊若另外文音读做死，像咱讲人生自古虽无死，留取丹青照汗青，都会读文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咱新闻讲到的死人骨头，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讲过身往生者的骨头。啊，那字骨的意思是讲一项代志，阿萨布鲁也个俄罗伯者落过缩过。第二个词读做死人面，字面的意思是讲一个人气色无好，嘛会当讲是一个人歹看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休困日，阿明去二手中古市场，看会当捡到啥物款的古董。结果内底啥物死人骨头都有，有影是有宝贝，嘛有拗叉皮。刚刚那头家看起来较死人面，一点血色都无，可能就是因为伤过操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死，另外一个文音读做死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